我係李嘉誠。近日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，多位富豪大佬紛紛現身撐場，其中劉鑾雄同我個仔李澤钜尤其引人注目。不過比起大樓嘅風采依舊，澤钜嘅變化真係嚇咗網友一跳。冇幾耐之前，佢仲係身材苗條、黑髮濃密，點知而家已經滿頭銀絲，連眉毛都變成雪白色嘅。再睇我另一個仔李澤楷，而家都59歲，近排見到佢被公開嘅相，個樣比澤钜開心好多。有人話佢身高縮水，從170變成160。講真，聽到都有啲好笑。有好多江湖傳聞話我同佢父子不和，有話佢因為性格問題唔討我中意，又有話因為莊月明嘅關係導致澤楷同我有隔閡。今日我就話俾大家知，呢啲傳聞全部都係錯嘅。我同澤楷唔係關係不好，而係我太餓。條橋唔啱我流噶，唔係關係唔好，係我呢我得滯。1990年，佢拎住我俾嘅4億美元，創辦咗 Star TV 呢間公司。喺澤楷嘅一手運作下，短短3年就賣咗出去，以9.5億美元嘅價錢賣俾傳媒大亨梅鐸，淨賺超過8億美元。憑住呢單生意，澤楷喺商界一戰成名。當然，真正令佢贏得小超人呢個名號嘅，仲係1998年到2000年之間嘅一系列神操作。但講到最令佢肉赤、最後悔嘅，都係呢段時間發生嘅事。1999年，澤楷以110萬美元買入騰訊20%嘅股份。後來佢計劃搞蛇吞象收購香港電訊，為咗籌措資金，竟然將騰訊呢批股份以9800萬港元嘅價錢賣俾南非嘅 Naspers。而家騰訊市值大約5.56萬億港元，2成股份就值1.1萬億港元。如果當年澤楷冇賣呢批股份，一直持有到而家，佢嘅身家唔單止會超過我，甚至可以超過谷歌創辦人，排到全球富豪榜前7名。